着我们愿意跟从你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永活的真神，你是全能的不朽。当我们愿意向你祈求时，你必从天上垂听我们的呼求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总是保守我们的心灵，更深更深的爱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在迷惑当中，当我们觉得惧怕时，而你从没有舍弃过我们，而你总是张开你双手，对我们说：“女儿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寻求我，我必应允你。”是的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愿再次将我们的心，将我们的心再一次全然降服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更深更深的来经历到你的爱。主啊，恳求你毫不保留的触摸我们的心，恳求你将将我生命更多的与我同在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谢谢你总是指引着我们的方向。主啊，当我们有惧怕时，你总是带领着我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愿将我们的祷告再次交在你面前，恳求主上帝亲自来带领着我们，恳求主上帝亲自来医治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深深来呼求你，求你毫不保留，让你的爱，让你的爱更多触摸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在这里，我们相信你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再次将我们向祷告全然交在你面前，恳求主上帝亲自来带领着我们，恳求主上帝亲自来保守我们的心。我们祷告还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再一次哈利路亚！跟你所有从旁边的人说辛苦了。好。好，你们愿意再次站立在神的面前吗？如果你这是很自由的敬拜，或站或坐都可以。当你有感动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站起来。